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大圍站上蓋柏傲莊6B 座嘅頂層 C 室，實用面積863尺連503尺嘅天台，而戶型係3房1套連儲物室。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小小嘅玄關位，飯廳旁邊就係通往廚房同埋儲物室嘅位置。之後先同大家經過下飯廳，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。可以俯瞰成個大圍區周邊嘅住宅群，遠望大帽山山景。右手邊亦都可以望到少少城門河嘅景觀，而下方就係成個柏傲莊嘅來源園林景，以及係泳池。再由露台嘅位置望返入去單位嘅客飯廳。單位嘅儲物室就擺放咗喺廚房嘅外面，設有冷氣機，可以作為一間姐姐房。廚房就呈鑽石形嘅開跡，設有明火爐頭。亦都擺放咗紅酒櫃。單位嘅走廊就可以明確咁樣劃分開單位嘅客飯廳空間。我哋先嚟到第一間睡房，可以善用左手邊嘅牆身做一組到頂嘅衣櫃。景觀就同客廳一樣，睡房嘅對面就係洗手間，設有旗杆，亦都擺放咗洗衣機。嚟到第二間睡房，景觀同第一間睡房一樣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。主人套廁設有企缸加浴缸，主人房會外接一個工作平台，衣櫃位置嘅牆身都係冇橫梁位，可以做到頂嘅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